这个参加了无？参加吼。接着我们引导一弓，弓到一弓。开始哈。刚开始交接往行3公里前导一弓，再一弓，3一弓，弓到一弓，再一弓，3一弓，扶起步前进去，准备。前导一弓，弓到一弓，都这样。等等。各位，咱主席，咱各位各位大家晚安。好，全员晚安。咱希望咱天天做嘅，另外，咱过一处的这个做途径，那当然做途径，嘛是咱合作规个的这个地位。透过另外，咱互相来研究，咱合作的这个地位，信任伊的深处。拢有一个地位内底，那一旦开启着伊无上法界，体悟着无上的大法，咱各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着信任伊的地位来启发着咱。所以呢，咱今嘛讲到人我是属于这个所在吼，因为咱即寡因为为咱乱讲吼，咱直接来讲这个因的这个对象，因为咱之前是讲到宾得是为了吼，宾得，即摆咱过来一段，咱我念一遍，咱我念一遍吼。人我是属命，人我是属命，舍心是海水，舍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灵，毒害是恶灵，希望是鬼神，希望是鬼神，老天是孤僻，老天儿是无比，贪嗔是地狱，贪嗔是地狱，无耻是畜生。无耻是畜生。咱先这段先和咱各位大家做一个分享吼，因为咱合作会员人，那为着要互咱各位兄弟姊妹，互咱的同修者会当更加了解着什么叫做天道，啊什么叫做地狱。所以呢，伊用着足侪比喻，像一元主笔是观音，你若主笔就是观音的主笔，你若主笔就是观世菩萨，你若以下设置。是设置菩萨，然后叫做以下菩萨，所以呢，以下啦，所谓佛经拢是拢真相，所以设置菩萨。那明经是释迦，当然释迦牟尼佛，伊是修必双运，伊会使来讲，伊即个释迦牟尼佛，伊的即个名，那以中国咱的来分析咱的名。叫做能人，寂寞，能忍寂寞，能忍就是讲叫做注意，寂寞是讲叫做智慧。所以呢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伊本身的名，大家翻出来的中文叫做能忍寂寞。能忍就是独化众生，寂寞就是自觉。咱的寂就是完别取的寂，灭。就是清净、安静、无量的意思，这个释迦牟尼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当中呢，咱来讲心灵清净，无受污染，
咱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冰滴是弥陀，弥陀佛内底当中，一个平等心，一个平心，无你我，无对立，无是非，哦，这是弥勒佛，哦，这个弥勒这个菩萨弥勒佛，本身就是意境。那当然这段伊是讲这个天堂意境，后壁这段就比如咧讲众生，众生就是这个心，人我是属理，心叫做人我，属理就是一个足大山，足大了的山，足大了的意思。而这个山会遮尔啊大，因为咱有人有我叫做对立，咱人的对立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有我灵，有我顽。虽然讲心上大，无明上大，迄个迷，迄个须弥山是足大粒。咱若无明，就参到这须弥山这么大粒，咱就无明这么济。敢会讲起？因为众生拢总是人我的对立、计较、比较，然后计较、比较，到时候是要较。所以呢，因为这叫做众生的心态，众生的心态。就是惊争取、夺取、赢取、取得，就产生一点的一点的所以那叫做我慢我执，所以叫做这叫做须弥山，须弥山呢大，因为佛理的方面讲，若菩萨我上人上，众生上，寿者上，还有菩萨。那人上我上，是咱伊当时咱来做为人，会徛人我来讲须弥。其实来讲起来，离妄想甲执着是对人我来的。迄个人就是讲叫做境，环境的境环境的境，环境的境。迄个我就是讲这心，安尼对啦。这个心来对着境，这个心来对着境，三成了妄想，三成众相，三成众生相。众生相产生出来了后，伊直接伊就受者相。换一个解说，因为咱这有足侪心，我当病，我当相，拢是一个对立，这叫做对立。对立而产生出来物件，对立而产生出来物件。就跟你讲我，含有一项物件对立，对立了后，我欢喜，我无欢喜。你若是咧讲我的是非？你若要批评我的是非，安尼叫做对立；我咧赞叹你的好，安尼叫做对立，拢叫做对立。对立，咱就使怎啊？你若讲好的我就听到欢喜感；你若讲歹，我就生气感。但是歹甲好的，拢会生心，好的嘛产生妄想，妄想啦歹的嘛产生妄想啦。迄个好的妄想。我听得真爽，我听得真欢喜。歹的妄想是互你气死，其实这种叫做对立内底当。你对立内底当，这个妄想走出来了后，伊后壁怎样？后壁产生了叫做受者。受者一个解说，咱解说叫做执着，爱知影这执着。先啊执着，因你讲我好，我听做啊，我永远甲你记。你讲我歹，我嘛永远甲你记。这个执着。所以执着好甲执着歹，以咱的自性来讲，其实无清净，拢无清净啦。所以咱做为当不做为不属仙，不属魔，不属仙甲不属魔是连啊！你本来联络，所以你执着为仙，甲执着这两种叫做无清净这种无清净啦执着为仙甲执着这种无清净，咱一定要了解。我听到好的，我就代表清净；听到歹，我就代表无清净，毋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听到好的，咱听到歹，你这个心拢无起着妄想心，无起着这个妄想心，无起着这个妄想，因为你变起这个心，执着，这个是造出来。有起着好甲歹，那执着好甲歹，这种叫做无清净。所以这叫做对立，人我叫做对立啦，所以人我是参照须弥山较大粒啦，
对咱的心就开始一个物件。写心是海水，海水去写，当然，那么水能载舟，嘛水能载舟啦吼。咱今日看到迄个杨伟忠吼，杨伟忠是安怎死的？溪水都市、海水都市的嘛吼。当然，这海水都市，当然，因为伊今日坐着迄个哪个迄个土木组嘛，看到伊个查某囝活入海。因为伊要救伊查某囝起来，要救起来伊也毋是，所以查某囝救起来，所以才不是吼。因为这个写心是海水，这个海水会当害死啊，水能载舟，你若好甲用，会当互你足方便，离出门到僻啊。吼，但是因为咱这个心写心就是歹，咱讲写心就是唔死啊，这个意思。吼。咱今日爱知影，虽然咱这个心哦，咱这个心哦是正甲邪，当然伊若邪，当然就拄则款就死啊。若正就是会救人嘛吼，所以伊甲咱讲是有邪心。海水就参照讲，咱看到迄个铁达尼号，铁达尼号，因为伊本来咧下底一粒迄个冰山。但是铁达尼号伊一台车会咧驶到唔通讲下底有冰山，伊弄着冰山，这个铁达尼号速度快去，最早到伫铁达尼号听讲死2000几人嘛吼，这应该是历史上讲起足有名的一件迄个铁达尼号案件，所以这个代志，咱慢慢吼，这个换上迄个电影人物啦。大家若去看到即件的这个电影，嘛感觉非常的可怜，非常的恐怖吼。所以咱的心，如果若邪，就是这样恐怖。咱的心若邪，真正是会害死啊，真正害死啊。所以你个看，一个骨境内底当中害死偌济人。因为咱咧受到很多。咱一定要存一个正念，这个正念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。这个正念来讲，叫做核心。若邪念呢？什么心？这叫做魔心。魔心。这个邪念甲正念。这个叫做核心魔，这个叫魔心魔，你看差者。但是今日咱讲的，这个叫邪心，这个叫做魔心。当时咱修学到遐子嘛，咱有经咧修法唔叫做正，叫做邪。我身体咧袂舒服，咧破病。你倒去，我食菜已经食14人啊，食14人啊，你听无？咱讲迄个时阵啊。订一只鸡来食吼，你食要一只就好啊吼，安尼吼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甲你讲，这个人虽然是要互你身体好，但是可是咱订一只鸡到真正就好，假使会好，你订一只鸡会好，你来用饭来食就会好，咁你订一只鸡来食才会好。因为咱做无智慧，咱心无力量。咱甲你讲，你迄个时阵啊，你着爱迄个时阵啊，用牛仔煮，爱用牛仔，用牛仔来食，食牛仔就好啊。但是，这个人是邪念还是正念？今日咱受到咱这个心，完全无足有正念，伊人讲你是要做大事。但是咱甲你讲的，这个人，伊是什么心？伊较无真正有了解。如果今日伊若是真正做一个道亲哦，对甲讲这是一个足严重的。所以伊说叫我无内罪哦，我无罪哦。一杀无，二杀无，三杀阿罗汉，四化无合精哦，无出有成慧哦。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，而佛的某种在甲你讲，所以你要看，
邪心是害罪。这个人如果是这种的邪心，有可怕。要拖你一群人，要拖你一群人，就参像这只下人，下迄个地大以后，1200人拢拢死哦，2000人拢死哦，有可怕。所以你咱做会员，伊用足简单的道理来做，伊就互咱足简单的甲你了解。哦，迄个心若起邪心，就无可怕。所以咱就了解，烦恼是苦咯。咱有烦恼无？咱有烦恼。哦，烦恼嘛，咱烦恼。啊，咱人烦恼对啦，咱人烦恼就执着。什么叫执着？执着就看袂开，烦恼就执着啦。一波，有阵车一波过一波来，甚至平常时倒咧，咱分袂记，较烧啊，你想开，哦，啊烧较规暝，啊一波，过一波来，几十点，到2点，到1点，半暝2点，半暝3点，4点5点，咱开始咧卖肉粽啊，咱开始咧卖碗粿，咱开始咧卖迄落卖早餐啊，咱阿哥伫遐目睭里看看，伊咧看袂记伊心，伊咧转。这里面我都见不清，这个心啊，我嘛叫疑真啊，是真啊，迄地方咯。那要甲讲起来，迄嘛是一个真正哦不幸的代志。一个后生去做兵，但是做兵倒来了后，要袂啊，搁做兵的迄个放假时间，伊开一只车去找伊倒转来。离山口啊，弄者死死。但是也毋知影讲，到底是用路着，还是家己用着？到尾啊，查嘛要出了。一个学生20外岁，当，佮无经过一段当中，伊有3个学生，结果经过一段当中，佮一个学生，我都发生像，你讲为着。要摕迄个，要甲因阿公，要甲阿公伫病院，要甲阿公换物件，阮连换物件拢毋是。3个后生，2个较精壮的，叫蔡老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。啊，伊啊一个较，毋是讲较袂就较短的迄款啦，无事。这代志已经3个死2个去啊，吼。经过偌久，伊一个翁婿。也就死，翁婿几岁？翁婿大概60岁，佮去等。迄2个搁2万5开起，2万5我看。然后讲，伊讲吼，虽然我足勇敢，我嘛不想看护，但是因为我的心真的很痛，每想到的事情，我的心就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我放不下你们，伊也把我放下。我想要写出安慰，每逢家庭对事情，这个道理，每逢家庭对事情，我嘛知影，要让他安慰。我想我若愈甲安慰，互你过去因为迄种的回忆，过去那一种的烦恼，我嘛总毋敢写。迄种的感觉，迄种的感受，当然你甲想看卖，你心会听袂？你烦恼的，你放来下的，咱叫人放还是足简单，咱家己无拄着，甲足简单。有一日你家己拄着，你看我看卖，真正迄个心，哦，第二日咧，真正开烦恼一波都在，迄种的痛，心痛，迄种的不甘，迄种的不想放开，迄种的不甘，你敢免简单？所以呢，今日咱想讲，哦，迄个烦恼，哦，是苦恼啊，一步一来，放不下的事实。所以咱就点点讲，唯有等你真正有法度见识你家己，见识你的烦恼，一定要提醒你。唯有你徛喺顶块，徛
徛个无人某，无有一个后生，无一个大后生，无一个二后生，无有一个翁婿，你爱徛个安尼，已经电视赢了，已经输钱。若讲妄食意，我一定要规划一个我的钱，我唔够这个花，但是有来了我，伊讲是不讲，我不想去想他，但是每每遇到，我真的心里痛。一个看到这个物件，咱嘛挺辛苦的吼。一个家庭三个后生，拢20外岁，一个是65的老师，一个是换物件你着病风换老师，伊也翁婿也未60岁，也唔死，你感觉这个有痛苦，所以真正的烦恼，真正迄种痛苦，咱想象不到的烦恼。哦，所以真正要痛。你因为你有烦恼就不去着嘛，你烦恼不痛苦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吃有啥物好嘛分袂起啊。所以有阵时所有病拢会造出来，真正很简单。好，倒开始报表。好，倒开，什么叫倒开？咱今日来死啊！所以我想讲一句话。学也唔讲话，学也唔听话。人爱学种学也唔听话，学也唔讲话。你若学也唔讲话，叫做福星降临，你这个家庭做福报。若学也唔讲话呢，叫做恶煞天星，这是恶煞。就是恶鬼啊、天星啊，所无四煞袂使咧。所以你绝对歹事唔做，歹话唔讲。拢爱讲赞叹，爱讲娱乐，莫讲害死人的话。所以若安尼，如果咱来讲毒害话，你叫做妄，叫做妄。希望是鬼神，喜是不实，妄是不真。甚至去书不读书，伊要读书。神的物件，鬼神的物件，是一种咱的，一种足粗小物件啦，所以这个鬼神来讲诶，咱有诶讲有福神助，无福神无；有福神助啦，无福神无啦。神毋是足正诶神，不正诶神叫做鬼神嘛。有神有正诶神叫做正神嘛，这个神会害死人诶，神卖请人诶，你想咱超有千岁，这个正神啦，从来救人啦，救世。你若会害死人的神，鬼神，你好唔好？当然，迄个鬼神啊，人请神一伊呢，送神一人呢，真足济人啊，足济人跳，跳袂起。咱是摇性人，出来当有一个叫跳。安怎讲？安怎讲袂听？有足济迄个原因，所以来讲鬼神提升，鬼神缠身啊！鬼神，你毋是有形象的物件，迄虚妄，虚而不真啊，妄而不实嘛。你甲讲，毋是有一个形象的物件，所以虚妄就参鬼神相像啦惹人就参着有逼，惹人，什么叫做惹人？人就是作惊人的意思，落就作超人的意思，有逼，虚就是咱的虚迄个逼就是伊个骨仔底内底，落作落，所以人讲一句话讲，人讲啦，讲迄个什么啦，插鸡啊，这个就这啊。三班。三班交鸡啊。三班啦，交鸡啦，这个就定这啦三班叫三班，有一种叫三班鱼啊。三班鱼专门咧落落的啦。迄三班鱼，伊个骨仔底就专门落落。这个鱼就爱清净你听有？你落爱落，这个就变大咧。讲啥意思？龟嘛，迄龟离迄个哪呢？迄个河底嘛，安摇，鱼就林内底落。所以冰落就是龟逼，就是参像咱今日，咱若是冰
定就是当作是定啊，有作惊人意思。心定、六定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个六定。咱个心若含的这个六定，贪、嗔、痴、爱，酒色财气，这种叫做定，这种叫做清净。落就超完，因为咱个心若超完，咱个心就会清净，就超完嘛就参照气味烧香不管是在住伫迄个清净的环境啦，所以叫做定得是气味。贪嗔是地界啦贪嗔、痴、爱、酒色财气，贪嗔痴这个三毒。贪嗔是地界，所以来讲地界的三条根啦贪嗔痴啊，叫做地界的三条根啦贪所以就是因为当劫，咱当劫大来的物件，迄个贪嗔痴就是伊心里的物件。所以我想讲，十国业内底当中是头前这贪嗔痴上歹干，这上歹干。因为咱讲杀得赢，这叫做心；恶口、两舌、妄言、绮语，这叫做嘴。来呢，贪嗔痴疑心。这个是咱今日这个贪嗔痴，疑心所念的，心所念。咱今日咱若讲去念，会当贪嗔痴，就会杀得赢。咱的嘴恶口、两舌、妄言、绮语，咱若当戒除这物件。咱的口业就变口定。迄个心呢？迄个心就是离不明的，就装伫这个心内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方一句讲，色业所作诸恶业，拢是来自无明的贪嗔痴。贪，我想讲，咱人有一种的当中迄个看到人物件，伊无去做好。因为有钱伊做好了，但是迄个物件若无去做好，看到物件若无咁去，伊就必须帮伊干。所以来讲，伊叫做哪？伊叫做观察，观习惯的观叫做观察。就参像咱这种人。